各位有心投身飲食業嘅創業者朋友，大家好。開一間餐廳或者小食店係好多人的創業夢想，但要正式營業，第一步一定要向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申請食肆牌照，無論係普通食肆定小食食肆牌照。好多新手創業者以為只要遞交申請俾食環署就搞掂，其實食環署喺審批過程中會根據你店鋪嘅情況，將申請轉介俾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審核。呢一步非常關鍵，因為呢啲部門會從消防、建築、安全、規劃、環保等多方面把關，確保你嘅食肆完全符合香港法例要求。申請食肆牌照，即普通食肆和小食食肆時，常見需要轉介嘅部門有以下幾個：一、消防處，佢哋會檢查你嘅消防設施，例如滅火器、消防通道、自動灑水系統等等，基本上每宗申請都會轉介俾消防處。二、屋宇署、獨立審查組或者建築署，主要審核店鋪嘅建築結構、逃生途徑等等是否符合建築條例。三、規劃署，會確認你店鋪嘅用途是否符合該區嘅土地規劃要求。四、地政總署，一般唔一定轉介，但如果對土地或者樓宇用途嘅合法性有較大疑問，或者需要特別意見，食環署就會轉介俾地政總署審批。五、環境保護署，如果你嘅食肆有裝煙囪，例如燒烤或者中式大炒，食環署會將設計圖則轉交環署參考，確保廢氣排放符合環保標準。六、機電工程署或者勞工處視乎食物升降機情況，如果你計劃裝食物升降機，就要特別留意。如果升降機負載唔超過250公斤，機箱地面面積唔超過1平方米，內部高度唔超過1.2米，就會轉介勞工處。如果超出以上規格，就會轉介機電工程署徵詢意見。呢啲轉介部門嘅意見，對食環署最終發牌嘅決定有好大影響。如果有任何一個部門提出保留意見，你可能要修改設計、補交資料，甚至要做工程整改，先至可以繼續流程。所以，我作為一個經常協助客戶申請牌照嘅顧問，強烈建議大家喺籌備階段就盡早了解呢啲要求，最好揾熟悉牌照申請嘅專業顧問，幫你準備圖則同文件。提前做好準備，可以大幅縮短申請時間，避免來回修改，盡快開業實現你嘅飲食夢想。祝大家創業順利，生意興隆。多謝大家。